创世纪第23章，亚伯拉罕买地埋葬撒拉。撒拉一生享受127岁。撒拉死伫迦南地基列阿巴，就是希伯伦。亚伯拉罕为着伊哀伤啼哭。亚伯拉罕离开囥撒拉尸体所在，去甲迄人讲：我是寄居伫恁遮的外族人，请恁互我一块墓地，通安葬我的某。迄人应亚伯拉罕讲：先生，请听，你伫阮遮是上尊贵的人物，出在你伫阮的墓地拣一块上好的地，安葬你的某。阮无一个人会反对你伫阮的墓地安葬你的某。亚伯拉罕起来，对迄所在的迄人趴伫涂骹行礼，对因讲：恁若肯互我安葬我的某，就请替我请求所辖的囝以弗伦，将伊土地买溜的密比拉洞卖互我，伊通照足额的价数卖我，互我伫恁中间有土地通做墓地。迄阵，以弗伦甲其他的迄人坐伫城门口，伊伫大家的面前因亚伯拉罕，众人拢有听到。伊讲：毋通安尼，先生，请听我讲，迄块地我送互你，连内面的洞穴嘛互你。我伫我同胞的面前送互你，互你埋葬你的某。亚伯拉罕就趴伫涂骹，甲当地的人行礼，伫大家的面前因以弗伦，众人拢有听到。伊讲：请听我讲，我要甲你买迄块地，请你着甲我收钱，互我通伫遐安葬我的某。以弗伦应亚伯拉罕讲：先生，请听我讲，迄块地值400块银，一个价数对咱两个减有算什么？你通安葬你的某。亚伯拉罕听以弗伦的话，照伊伫迄人的面前所讲的，将买卖通用的银算400块互以弗伦。对迄时起，以弗伦伫万里对面密比拉洞迄块地，包括迄区园、迄内面的洞穴，甲四围所有的树木，拢归属亚伯拉罕。伫城门口的迄人拢作证，迄块地归属亚伯拉罕。后来，亚伯拉罕将伊的某撒拉安葬伫迦南地万里对面密比拉田野的洞穴。万里就是希伯伦。对安尼，迄区园甲园里的洞穴，对迄人移转互亚伯拉罕做私人墓地。